闽南语连续剧大下厝。走起，走起啦！走起啦！你赶走啊！走！请你原谅我。你唔走，我真正无摕你顺也是带人公摊啊，讲一丝丝兄弟情。好，试看卖，唔走，唔走，你试看卖，我走。你唔要谈，做你谈，只要你会当原谅我，就算讲我死在你的日头前，我嘛甘。金忠啊！你也准讲我唔敢打你？我甲你讲，咱30年的兄弟情，到这田无够，水无流。我今日就要替文英、替婚姻报仇。杜家，你不应该看伊，伊是你的亲兄弟。阿姨，你是咧讲啥？伊是你的亲兄弟。你两个总讲你老白讲，我就会帮你说。你出去，我看你大家人直接老白讲，出去，出去！我别讲，你甲建昌是亲兄弟，同爸共母的亲兄弟，我就是死你的老母。我若放真正就把放弃，我老母这个罪案你就死啊！你何必讲？你何必讲？我别讲，何必讲？我老母这个直死的兄弟，我老母这个直死的兄弟，无！你唔相信是？你左边卡身腿，甚至有一大寸不足记号，红色的，对无？对，我唔对。我细汉甲阿爸辛苦的时阵，我捌看过。哎呀！哎呀！下面都敢走！哎呀！走！你开门啦！哎呀！走！哎呀！哎呀！你开门啦！哎呀！你走！哎呀！哎呀！你开门啦！你走！哎呀！请你原谅我。门啊！你走！你是咧叫啥？叔弟，你放手啦！咱拢去夜多要来抬你，你有歹走？你是要让抬死哦？我是我的阿兄，你是我的亲阿兄。你敢袂感觉代志有足奇怪哈？这有啥物好奇怪？一定是因两个吼，串通好势要来霸占大家的财产啊！你莫无讲啦！建昌啊，你敢有想过哈？这代志哪遐尔拄啊好？啊好的离婚妻，无言无告走来互你侮辱。阿姨佫走来讲，啊好的是你的阿兄，这明明就是伊设计要来陷害你啊！无可能，这无可能啦！我自细汉到做大，伊啥物个性我非常的了解，伊无可能安尼做啦。佮再讲，阿姨更较不是迄款人啦，你莫使用想的，你莫袂讲哦。建昌，阿姨这来咱兜偌久哈？啊好的已经离开咱兜偌久啊？就算讲因两个要串通吼，你来知影啦？我是你的某呢，你要相信的是我，咱去相信两外人啦。伊不是我啦，一个是我阿兄，一个是我阿姨啊。啊我咧，我是你的嫂，我敢会害你哦？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。建昌，快走啦，走啊！阿妈，我唔相信，这世人你捌骗我嘅，你自细汉你就教我讲人话，你讲白贼哩，外口迄个学生拢咧讲白贼，拢咧骗我点。阿妈，你甲我讲，这唔是事实的，这唔是事实的。阿妈，我应该用性命甲你保证，我无骗你，我讲的拢是事实。我唔相信。我跟你讲，你甲骂一个你唔相信，你莫讲讲白贼啦。我拜托你，你出去好无？要说讲你今仔真正是阮老母，你死我来死我袂食我。要说讲你真正是阮老母，死是30多年来你无来认我，是不是因为我今仔日要开建筑，你
转用一款白贼来压你等家的人，阿建忠对。我跟你讲，你讲一款白贼，我听袂落去；你讲你是阮老母，我听袂落去，我听袂落去。欧巴桑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有一条死，无一条气，我无资格做伊的老母。什么？你讲你是阿峰兄的老母？当初的时，我甲建昌因老爸，两个有互相依赖，私定终身。当家是大地主，好野人，真侪查某囡仔拢笑想要加入当家。阮阿姊嘛是同款，所以伊就用心计较，叫阮老爸着按留伊身家，逼我着按留伊。为着姊妹啊支持，为着阮内甥的幸福，我只好将花轿留伊做，予伊加入当家。谁知影，等阮内甥加入当家了后，我才发觉我爸来已经有当家的骨了。就是阿好，在迄个时代，未曾结婚，都敢若大不当时囝，真是一桩败坏门风的代志。我为了顾全阮外家厝的名声，我只好离家出走。暗中将囡仔生落来，我这个查某囡仔，我无迄个能力通我请这个囝，所以我就拜托当家的管家将我这个囡仔送我先心的认输做囝。予因甲阿峰啊抚养大汉，这桩代志，我是打算讲一世人我绝对袂讲出来。今仔日若不是看到我兄弟啊骨肉之情硬斗在相待，我嘛也袂讲出来。请你原谅我安尼讲，你敢无感觉你安尼做，伤过残忍？我是一个真残忍，你却无负责任的老母，所以今仔日你怨我，你怪我，你无要认我。我拢无甲半句话通我讲，只是我慢慢就想袂到，竟然会将囡仔留在伊的身躯边，当作伊的亲生囝安尼在甲抚养大汉。这桩代志，定在。永远都袂讲出来。欧巴桑，这一切我反省了伤过突然啊！我怪阿峰兄，伊无法度接受。是讲，母仔囝亲情是嫁袂转的。欧巴
你互阿凤遐一段时间，等伊较冷静的，我才替你考虑。为你伤心啦，等你每一年，等你回阮消息。小弟，建昌咧，阿姨，我有话想要甲你讲。什么代志？我会记得你捌讲过，你希望我甲建昌会当快快乐乐、好好过日子，希望等下会当搁兴旺起来，对无？小弟，你想要讲啥意思？阿姨，为着我甲建昌，为着阮当家，阿姨，我希望你会当随离开遮。其实我嘛无想要安尼做，也毋过我毋知影为什么阿福啊突然间会变成是你的囝。你敢知影我即马心内是安怎想的？我会想讲，这一切拢是你甲阿福的设计，想要抢等家的杀业。小弟，等家的财产，我从来都唔捌涉及。我即马上届唔甘的是这30几年来，我对阿福保证啊半点帮助人袂一点，互伊踮咧等家伫咧做等家。我知影，我嘛是做人老母，我知影你一定会足唔甘你的囝，搁刷落来，你会为着你的囝，开始保护阮大家，开始保护我。你搁知影遐尼多我的秘密？我拜托你，为着我甲建昌，为着阮大家，请你离开好无？阿姨，你会当搬转去住？袂用的，建昌会搁甲你带转来。无，你搬去别个所在啦，看讲是要用买的，还是要用税？钱吼，你别烦恼啦，我会来处理，好无？阿姨，你答应我好无？阿姨，阿华呢？阿华咱无甲你倒转来啦。我知影啦，一定是阿华唔肯甲你倒转来对无？阿姨，莫哭啊啦，咱先叫来内底休困，咱好好参详，看要咱考验阿华，互伊等下当家好无？莫艰苦啦，咱去吧吼。行啦，淑珍啊，你唔着斗3工，扶阿姨入来啊。阿姨，莫哭啊啦，莫伤心啦，咱去吧吼。为了等你每一年，等你回阮消
阿好兄，你都莫艰苦啊啦，加减食一寡物件啦。阿好兄，假使你若真正无要认陈建昌，你就莫认伊。你若无要承认陈家，你就莫转来陈家。要毋过你安尼毋食毋困毋讲话，你叫我是要安怎啊？文英啊，拜托啊，你免替我烦恼好无？我无老母的日子已经过啊久，我惯死啊啦！我安尼无代无志，嫁一个老母出来，嫁一个亲生小弟出来，你叫我要安怎接受啦？唉，文英啊，你敢知影我心肝内即马咧想啥？偏偏是人的囝，人是有钱的少爷，我是长工。人种人疼，种人惜，我是一个私生子。你叫我要安怎接受？你叫我要安怎认这个老母？要叫我认这个小弟啦？阿福兄，天下的无不是的爸母，无我送伊安尼做，我相信一定有伊的苦衷。苦衷？伊有啥物苦衷啊？伊生我无爱请我，这何做苦衷哦？伊安尼甲我等的，一困头30-40年，唔管我，唔插我，即摆向我来甲讲我是伊的囝，这何做伊的苦衷哦？天下的哪有这款老母啦？我唔承认有这款老母。阿福兄，你袂了解做人老母的心情。我是一个做人老母，我了解。我从市中生落来，煞袂用介绍你。伊即马伫咧等家，过了好无？我唔知。我什么时阵会通介绍你？我嘛唔知。我嘛是有我的苦衷，你了解敢毋是？文英啊，你参伊无共款，你参伊无共款啦！有啥物无共款？我是一个做人老母的，我知影欧巴桑一定足希望你会当叫伊一声阿母，就亲像我嘛希望有一天，市长会当叫我一声阿母。我相信，天下的阿母拢是共款的情形。啊